手把手，祷告手。哇，我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呢？人生似乎有人是用大步快跑，有人迟疑，到底哪边的路才是好路呢？我想看到这个景象，我们真的不免会想到人生有很多的抉择，对吗？同样要从由下往上，同样要去一个出口，同样要去搭车，但我们却有很多的不同的路。但真的，只要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不管如何，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跟上帝的引导，我们总能够到那上帝给我们的要我们走的路。沿路上我们或许也有很多人会有需要能够留下那个影像的会有想要真的是觉得我们的志工好可爱 ，Hello， 耶，胜利，呼呼，太好了。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我们都怎么决定我们的旅程走哪一条路的呢？感恩今天我们做的决定是清楚神的带领，感谢上帝持续的扶持带导。明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上帝伸手扶持哦。我们的家庭也一样，我们的家庭能够手牵手，哇，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求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家庭中的主。手牵手，祈祷的手。